太熱啦。We can't go out when it's raining. 啊，落太熱哦，冇辦法出去嘅呢。It's raining outside. So boring sitting in the house. 唔咩啊？啊，條班人這個落嘅時間全部都大太陽啊，雨是不是你帶來的？怎么可能是我带来的？明明就是你。你看起來就一副會帶雨來的樣子啊你还！怪我，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我就跟你说，那、現在沒有辦法出去怎麼辦？我们只好等雨停。好吧。We can't go out when it's raining. 落太熱啊！ It's pouring rain. 冇辦法出去咧。 It's raining. It's boring. There's nothing to do. 落太熱哦，冇辦法出門，又講按無聊的法啦，來我去講好咧。唉，落太熱，冇辦法出門，是不是因為杜麗把雨帶來啦？啊，你說，是不是杜麗把雨帶來啦？哎呦，怎麼辦啊？落太熱都冇辦法出門的呀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1、 2、 3、 4、 5、 6、 7。 8。啊，落一天都冇辦法出去啦，好無聊哦。 We can't go out when it's raining. It's a 好 boring 了啦，不要唱了啦。我落去救啊，落太熱哦，冇辦法出去呢。老闆娘，這哎，雨要下多久啊？前几天哦，我们这里都好天气呢。啊？是啊，每天都大太阳哎。那是不是他把鱼带过来了哎，我正要講，一定是你好不好？我每次出外景都是大太陽哎。 ？You didn't look at the calendar. It's your fault that it's raining. Now it's so boring. 哎，你會做乜不要鬼？吵，不要吵，来，我請你們喝我們自己做的檸檬醋，非常可口。好，謝謝老闆娘。喝了以後，我想呢，應該很快就大晴天了。好，謝謝。謝謝。唉，落太熱哦，冇辦法出去啊。 We can't go out when it's raining. It's so boring. 好無聊。